112年身心健康119系列讲座，自8月5号起，连续来礼拜拜六上午10点，伫台南市文化中心国际会议厅地下1楼多功能会议室开课，邀请专家畅谈健康相关议题，同时也伫课程当中加入了两性平权的宣导。今天就是有办一个身心健康一起购讲座的计划。那我们的计划是委托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办理的。那希望呢，就是因为最近生活压力，然后各位人在那个工作职场啊，还有家庭方面可能有很多的压力。那希望透过这一连串6场的讲座呢，可以让民众获得一些身心健康的一个增能，那了解很多健康的意识。那此外呢，我们在健康的议题当中呢，我们也会融入一些性品的观念，让大家呢除了学习健康知识之外，也可以获得一些良好的一些性品观念。今年身心健康119系列讲座，总共规划6场，每一位演讲者拢是一时之选，非常优秀，而且这课程全部拢是免费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入场。我们今年的讲座呢，一共办了6场，我想每一位演讲者都是一时之选，非常的优秀哦。讲座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从我们身心灵涵盖这一方面，包括还有一个教练要来现身教一下一个体适能的一个居家的运动，还有包括我们泌尿道的，还有一个专科护理师他要来谈一下在医疗领域的友善性别这种种。那我们的 DM 呢放在文化中心的服务台，还有我们每一场呢，只要找到的前10位，我们都会送纪念品。那大家台南市民一起来充电，一起跟我们来做这样的健康学习。8月5号讲者邀请到卫福部嘉南疗养院颜世卿医师演讲脑内乾坤。8月12由台南市立病院泌尿科医师张庭瑞来主讲。8月19是心大病院皮肤科刘伟庭医师。8月20日则是邀请健康律动的教练陈淑芬。9月2号是台南市议会法规研究室傅然辉。9月9号是心大病院护理部专科护理师陈立耀等专家来演讲。讲座内容丰富多元，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。